个高汤是什么高汤？这个是鸡精高汤，是的，低鸡精，比较低耶。是低的。所以你不是只有养骆我还驼呢？有2、3把，然后下去的时候还是高温，这样它表面就会收敛。我爸爸都是叫我妈妈来教训我，这样才会收敛。妈妈，对，你要那个秘密武器一起要。准备的哈。盐巴啊，这个做的盐巴。盐你的巴。盐巴盐巴有点不一样哦。你流汗下来做的吗？对，里面有软哈特。价照判断应该差一点啊。我们可以那个咚咚款啊。哎，真是嘞。你的专业是监察啊，他的专业是那个厨师。他也在监察。哦，真妹姐是我的粉丝，香香哦，小姐很会主持，而且香香哦。那我们香我的粉丝在讲话，你在你用龙血豆啊？有啊，樱花虾，香香，你只有给他吃樱花虾，这样懂不良心哎？自己还有安用切的时候，没有啦，这样子啦，这样子啊。该不切，该不切，切丝系吗？该不切。对，要切丝。我都是以丝为主。好，切好嘞。黑胡椒、洋葱。哎，来，再一次把这牌子丢掉。请问鸡柳懂哪一笔啊？鸡柳在哪里？哎，那一大碗是什么啊？鸡精，你等一下准备立。你们家鸡真的太辛苦。这个不是，这是油啦，刚刚打的油啦。要先炒吗？黑胡椒不用了，等一下才放就好了。他们有先炒。我们没有仙草啊，我们只有大概柠檬汁还是柠檬汁大概酱油叉，酱油叉。他懂我的没有，还没有那个。我们是照那个阿基师的食谱来做的。哦，所以就是先推给他就对了。如果做不好，都是他鸡兄弟哈哈，妈妈，你手上是什么东西？蒜头啊，我还以为是骰子嘞。因为你刚刚姿势摇36、 4、5、6啦。跳飞了。 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按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醬。今天來到福 K 要打畢業，我決定把主持棒交給你。哎，好翻身高不難哦。好啊，接下來要講什麼呢？沒有啊，你爸爸不是湖口人嗎？哎，我爸爸是福口人。對啊。今年攞一個攞一病哈，哎，也跟我爸爸有過一段哦。一段情誼而已啊。豐厚嘅友情啊。對，所以你算係一般嘅福 Q 呢？係一般嘅，那我一般係中辣。哦，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係叫牛漢姚師傅。哎，大家好。姚師傅你好，還有親友風戚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磊，大家好。風你好。哎呦，你們倆怎麼這麼客氣？我們是高低兄弟。好，三號人有分享到今日慘水照，我這邊很漂亮，母女檔。來分享到導畢業係蘇雄氣，還有洛婷分享，來，他是鋼琴老師哦。哎呦，安紅。好，現在我好好來小解一下哈。讓我爸爸有過一段的倒帶係瑪莎咧。好，咱最近要來分享到係表姐妹青年強佬劉靜梅。大家好。哇，我爸爸的眼光真高。一次都選2個嗎？哎，福 Q 有冇跟後高後色後撩？跟為大家介紹一下。後高啊，應該是跟農會現在在新開新建那個地方有沒有？那有吃有玩的。公主嘅農飛嘅導不是邊嗎？在那要去二期府 K 都闖完個半路哎，那個地方還不錯。可以在公園嗎？啊，不要講哎，反正那個有吃有玩啦，就像市集，應該是吧？在猜謎的感覺。小用這些去動電影下，他只要有吃有玩的，不管什麼名字都去。都去玩。洛婷有分享幾個後高後撩誒？福橋樓街豆腐啊，老街導邊。廣州這個湖口老街啊，一定會有想到這個很在地著名的食福的文化，大家去地嗎？有啊，有談講，有參參加啊。佢食福吼係樣係福橋鄉吼當傳統嘅一種風俗，呢度日本時代是傳到呢下，主要係羅福橋喺個長安街一帶嘅6寸喺個5寸6張嘅村面吼。佢大概過年的時期，嘅媽祖繞境的時候哈，好是準備當到15號，跟輪到嘅裝是準備是不分大家先。它是好像有什麼5村6莊哦5寸6莊嘿。哦，安紅其實他在那邊也會有辦那個行春宴哈，所以大家做啲看到嘅需要窮下來參加一下。有沒有覺得我們剛剛月香姐講的資訊文化很流利，對不對？哎，人家在監察院工作呢。我爸爸很羨慕呢，我爸爸讀書就沒讀這麼好。
爸爸妹堂妹堂。进去。喺條窗後上班會帶幾張水班哈，所以不管監察委員啊、員工哈，全部每一個都吃過女人山嘅水班，當做咩睇下當歡喜哦。水班呢？會不會今天會左改讓水班一換起真的嗎？難啲哦。我看一下。好，那就馬上來看一下咯。好，你一係打開呢本睇下看一下，你一攏從地圖係馬計咯。哦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舞嘅牛年係祈求明祈太哥，分享。求明太哥。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朋友一起出動放言哦。老太哥，介紹一下你嘅舞嘅好冇？這麼普遍舞嘅牛苗。我談過舞嘅到冷天嘅時節採收會好好係嘛？舞嘅佢差唔多到中秋到盛裝到差唔多8、9月嘅時啊，係當天啊，一人嘢結條斷水，都差唔多而家溜落山就北風，就東北風，舞啊見吹見調奏嘅天分先就會轉化，所以喺北部嘅舞咧係日晚日東北風吹過見響，所以舞啊當好些按照松香細蜜軟，五隻蝶跳啦，係啦，對。啊，今日要帶來嘛嘅好食嘅東西分享嘅分大家。哦，看你好。來，哇！係用炒嘅哦。這感覺超讚的。這個是炒什麼啊？這是炒乜雞啊？莴筍係，莴筍係。等一下，我們會不會每個人都是你吧？鬆軟又香。嗯。你剛才說那5字訣竅係乜雞？松香細蜜軟，松香細蜜軟。炒好好食。糖豆油太慣用講，我一定要大力嘅俾大家來宣傳一下。台灣唔但唱喺太甲有舞嘅天天哦，也苗啲咯。5個嘅舞嘅咩10分嘅站掉。係哦。他嘅能擺落去嘅時候記得吃這款啊。係啊。好，安樣呢就馬上來呀！5個輕有苗嘅舞嘅來做踢館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質，一家之主送出嚟。好，踢館呢，我來挑戰嘅就用舞嘅來變化做料理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舞味米粉湯。很想續碗，對不對？真的可以直接點一碗了嗎？我要談看一下，咱最近要做嘅料理係炸糊。哎，我都用炸，都用破嘅哦。炸糊嘅啊。炸糊誒。好，第二牛發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來進行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咯。舞味米粉湯，我太有勝算了。這傳統味道。對。媽媽嘅味道。是我就要再放個旗魚在上面。旗魚。鯧魚。白鯧魚，白鯧魚。而且他們已經拿出最精華的東西來了。什麼？宣傳。好了，撒上去。所以我們來看有沒有白鯧哈。哎，有嗎？哎。沒有白鯧的呀，不是有白鯧的米粉，白鯧的米粉，白鯧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看哦，你就煮湯嘅嘅時節係有要煸高湯嗎？有，我有高湯。哦，那個高湯是什麼高湯？這個是雞精高湯，是的低雞精，對，吃下來的真正的雞加油的，這有真正的低雞精哦。娘不開，這個低耶，自己低的。所以你不是只有養弱我還有2、3包，要不才可以拿回去。還有養。啊，媽媽你好會做嘛？該？那我不用油，不用好些，不媽媽你要噴咩？噴一點油啦，噴一點菜。哎，媽媽，若婷姐姐喺搞鋼琴咩？你從小會讓她拿刀子嗎？啊，因為傷到手，總得彈鋼琴了呢。會嗎？所以你應該很少煮菜吧？對不對？我看他拿刀子吼，就是很優雅啦。對。所以你還剩煸牛係啊？哎，煸牛可以嘛？該不個牛啊？這個是那個，我不知道叫做什麼，寬四四方方的。第這個是寬四四方方的大腿。不是，里脊肉，長長的里脊肉，我不知道那小里脊。
几个字？应该是几个字？应该是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小里脊。应该是吧？也是不是小里脊吧？里脊肉，宽宽长长的那么长，要多买多少切你去跟多少。猪肉店买的时候，就跟他讲，我要买宽宽发发的。对，真的。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肉，我就直接就是好跟他这样吃的肉啦哈，对，好吃的肉啦。啊，做在老台甲讲一下，今年就准备嘛个食材啊。哎，食材系啊，这样的哈烟，哈烟是做的1落去嘞。哦，这么快？哎，这样因为这个猪肉不要太熟。好。等一下我们放高汤下去的，它会开就猪肉就会熟。系吗？嘿，有葱，还有香菇。的时间是，等下你煸下香料，让表香菇。好，那我先让你香味试一下，来先勾一款咱去。好。哦，快洗跑嘞！对。炸东西。而且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加什么？我看到一点一点那个是什么？是黑芝麻，为了提香，增加香味。还有蒜头。可是这个部位某些整个按钮会说吗？可以，要炸久一点是可以的。哦。那厚度是有规定的吗？靠经验哎，因为我们有几10年的经验，所以觉得这个是。可是我看你才18岁呢。我炸超过18年。我今天很会撩妹嘞。什么意思？爸爸的通话就听我的。我的经验哈，就是酥炸的东西很怕吃太多油，所以一定要高温把它摆下去，然后下去的时候还是高温，这样它表面就会收敛。收敛以后，然后再来转小火。才不会马上就焦黑掉。我爸爸都是叫我妈妈来教训我，这样才会收敛。不用了，那个熟练跟那个熟练冇相同啊。妈妈，一起要准备的哈。盐巴啊，这个做盐巴。你的盐巴有点不一样哦。你流汗下来做的吗？对。里面有软哈。照判断应该差一点。我们可以那个东看啊。哎，仔细嘞。你的专业是监察啊，他的专业是那个厨师。他也在监察。哦，监察。我的经验哈，就是酥炸的东西很怕吃太多油，所以一定要高温把它摆下去，然后下去的时候还是高温，这样它表面就会收敛。收敛以后，然后再来转小火，才不会马上就焦黑掉。我爸爸都是叫我妈妈来教训我，这样才会收敛。不用了，那个熟练跟那个熟练冇相同啊。你爸爸是幽默大师，他讲话都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那他以前有叫公你吗？从来没有哎。叫公怎么会记吗？我小6年没有讲过话。你爸爸头摆有叫公吗？冇，你冇讲。爸爸会美你。我小6年哈，谁没让谁来莫讲话诶。对啊。不过虽然我讲到尾吼，不过其实吼，圈府的同学感情其实一好，因为学生的经验都小，所以大家圈认识，1到6年级都认识。没错。好，你牙锅里哈。先泡一下哦哈。好。哇，好嘞。那个部位同上颜色嘞。拿起来好看。你有加水吗？然后先加点水落去。为什么先加一点点？因为那个没有干的话会烧焦啊。加部位已经整够诶哈。对。所以该水面上不用该秘密武器系啊。嘿，你香米出来哦。若婷，谁需这些冻好选妈妈做的米粉汤吗？所以你要是等去滚，嘿，等去滚，滚那些了下落去，我好嘞了做下落去嘞。那个米粉现在就浸够水嘞吗？浸够水啊。米粉冇相同哦，够粗。对，你们是比较粗的米粉，这个要新竹米粉，是像人家可以那个卤那个豆腐的那种，要吃新竹米粉哈。为什么呢？新竹米粉1级都秀的。你刚刚想说1级棒哈？1级棒对。新竹米粉真的是1级棒，但是这个比较粗哦。对，这样煮米粉汤就很好吃。有分会比较 Q 啊哈。对，尤其是用炒的会更好吃。哇，按140炒哎。不是，我想说今天要找简单的就煮这个，就要简单，炒的比较复杂啦。啊，若婷应该哈，那该不才会。我们让若婷表现一下。若婷一直拿着爆餐呢。哎，若婷，既然你开始有主炊，你最拿手的炊黑马该？他可能要想很久。牛肉面，牛肉面，很简单呢。厉害耶！那您是做清炖还是红烧？
红烧，红烧红烧也难哦。菜类的放下去，然后它所有汤头就会甜，比较清甜。对对。洋葱、红萝卜、白萝卜嘛。白萝卜没有，白萝卜没有。人家专业是钢琴，谢谢。都你们会不会聊天啊？哇，先不是滚哈，滚哈，不滚哈。差不多到2分钟就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咱过来。好。哦，然后它就摆盘哦。系啊系啊。哦，等一下洗千它会做嘛个？美化用的，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咸酥鸡的做法啦？也是类似。那我们还有准备哪个食材？该添椒哈。那个最主要是提色用的。哦。个蒜头有做嘛个？蒜头很香。梗系蒜头系啊。嘿。等一下要做咸酥鸡，最后的。你还能炒狗是炒的呀？嘿，炒狗嘿。哎，炒锅啊，里面有软哈。客家人的做法。照判断应该有。照判断，照判断应该差一点哦。差一点了。我是不知道了，看你自己。应该提醒你哦。按摩。我们可以那个动看呢。哎，仔细嘞。哦，真的哈。真的。对。你的专业是监察啊，他的专业是那个厨师。他也在监察。哦。监察。这个如果哈，系讲炸摸熟哈，该是动扫兴哦。动扫兴，很扫兴哦。所以我们的达人提醒很好。今日做的东哈，哎，东客家哦，东咧，哦，哎，咪做得么？将会係加熟哦。哎，繼續咯。前先嚟噶，哎呦。幾招落去啊？哦，你係腰落嚟麼？啊，少女可以走先來炒嘅，先炒，好。对，你们2个男生可以让他们2个好好做菜。哎，那真妹，这个要分重哈。真妹，你不用站这么远。哎，你们感情唔好係麼？真妹動客氣，動客氣。因為喺下摸健康面。當喺窮浪啊，因為提排落去啲啊。你頭先講，真妹係我的偶像。哎呀，真妹哦，得是這個夢想是會做歌星呢。真的哦。這個要過油的還是怎麼樣？哎，我不要吃太多油，所以。兩毛錢沒有害喲。沒有前面的啦，前面的這個。沒有切了，炒完豆。啊，等下是唔會了哈。對，炒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。好，那邊孔改片。可以了哈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走的呢。做的，放下去。哇。像我们家自己啊，从来就我看好自家煮个米粉汤的细节了，我们都会把那个汤跟那个糊哦，就是煮到那种你浓我浓。再放下去啦。对。牛要用。比较濃郁，差唔多的哦。那你们煮的米粉汤没安用吗？还是你们做清汤啊？差唔多的哦，太多的啊。係湯哦，咩炒米粉哦。對啊，因為米粉會吸汁哦。會吸凍多哦。差唔多的哦，媽媽。剩下還可以帶回家。晚餐做得學的啊？沒啊，等下唔該炒米粉不愛食啦。你要總唔得炒米粉不？做得啦。你做得咯？係啊。有調味嗎？冇調味。冇，媽媽。你有乜嘅秘密武器？你只要準備哈。你有乜㗎？你有教啊？而家用係。係用吧？鹽巴啊，自家做嘅鹽巴。你的鹽巴有點不一樣哦。你流汗下來做的嗎？對。跟咱今天加的。這個哪有做調味，很棒哎。雞粉哈，還是要有一點啊。是你自己做的？沒有啦，這個買的，怎麼可能？哦，我想說你們家的雞真辛苦。對啊，一下做雞丁，一下做這個哈。你有多加凍氣管嗎？沒有，這個鹽巴一點點而已。我應該秘密武器都來是凍讚的呢。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冇問題。差唔多啊，差唔多咧哈，該不會就先鋪個哈？要先鋪個。我用浸冇鋪。用浸的哈。用鋪重油啦。哦，好，按差唔多咧嘛。差不多。有吧？鋪什麼 ？OK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豬皮有豆薯。好，馬上現場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試試看體管地圖，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嘞？好，體管呢就是大家嘅部位來做變化，我一定要跟你們講一下，可以還風吹嘅部位米粉湯，看起來很想吃，對不對？來個2碗先，2碗啊，對，來，這個吼勾起大家的客家人，好香哦，聲音同香誒，芋頭超鬆軟，同斬掉誒，它就是叫做嘅米粉吼，唔會長嫩，唔會爛啦，係唔會咪 QQ 嘅。怎麼地？你吃到妞班？好吃，很好吃。還有大米飯嗎？油蔥啊，搞得清香。係啊，有油蔥會把搞得清香。不過我們的酥炸香芋也很厲害哦。住呢。就像我一個講一樣，我叫水霧，
是讲它水磨按粉呐，就是因为我们在选那个芋头的时候，那可能是个切口口味的关系吧。，对，没有它如果粉质比较多，它会比较松。嘿，所以我们在选我吃的芋头的后面就不时候，会了。因为它有一个部位，哦，可能是吧。该有的哦，泡过以后，昨天泡过按短的时间哦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看昨天都按用扁扁绵绵用冻好线，我要把它吃完。好，今日五位呢，大家都品尝到的哈，两家呢都有这个特色，因为呢很目标料理方式，接下来要给师傅来烦恼了，先向邱师傅抢本分数。1分1分。唔怕，深吸一口气，新有凤七师傅。哎，这样公平。两个味道呢口味都做得蛮好的，这个的风味又比较传统，客家料理就是重香用米，妈妈压个米头吼，炒的米头又浓厚。谢谢。嘿，我们蓝队其实它也做得很好，只是说可能这个芋头的含水量高了一点，那温度的掌控上，有诶有诶无安速感。七师傅你的想法係？两片做了动模式的，我们传，我们讲，要不本两片意思讲，一点点该创意的，两片也传统的啦。花心啊，花心。对，本两片。刚才本哦，刘大姐姐讲哈，给我准备两头料理哦，还把这个食谱罚写了10遍呢。他们就怕自己到节目档嘅时间会唔记得啊哟。那我再补充，从你汉白做咧煮嘅时阵，已经做咧切解薄片，莫调淡，切到拄好，佢嘅熟成度无控制。好。用可以來翻大家就學到嘅體關1比1，接下來呢我哋看一下今日齊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種葡素滷菜，今日齊師傅帶來料理有哪麼個？玉金香。做法嘅嚇。冇啦，玉係嘛個？有啊。金係嘛個？水晶，我等下會做到水晶凍。水晶啊！好咩啦？我等下挑解飯吼，我先來講了，有嘛個食材吼，做解水晶凍嘅食材，你係粉，你係樹脂粉，樹脂粉，你比例很重要哦，像你樹脂粉是誒，樹薯粉啊，樹薯，哦，你係粉油啊係100公克，你要水我配幾凍啲啊？130哦，130哦，100比130。好，你倒落去，哦，辣椒粉一樣倒，唔怕，我比例算好嘅，呀，130哦，等於130克啦，哦，鹽巴，還有芥蘭哦，對啦，可以多，這樣才有味道哈。攪拌吼，我面攪，攪均時候係。像了油啊，我倒下油，用乜倒油啲啊？不然會黏。會黏，像了衛生紙，吼。哇！學起來哦！放加油油啊，佢等下脆嘅時時含會黏到啦。像個做個冰那個冰菜頭未做得啦，菜頭我炒過，哦，菜頭唔係碎碎哦，我炒過，啲人分，佢個做法有冇強咗？啊，像了做一冰地瓜飯酥，好嘞哈，好嘞，好嘞，哦，攪啊，來搞半。那這個52有比例嗎？52比，愛冰嘅大概100公克。應該先糊吼，先白來色的。買色的，是長安芋啦。白色的哈。嘿，好，長安芋那攪好嘞哈。可是這樣子，他沒有每個都聞到哎。唔怕，冇聞到。係啊，用下係。師傅，我請問下哈，有人講玉米粉會比樹薯粉、那個地瓜粉來得健康，有這回事嗎？其實我嘛在講。莫食多時好咧啊！你像啲東西莫食多時就得啦，哦。什麼東西吃多都不健康。係啊，我們像安樣啊，從嗰度做了事啊，講嗰個粉漿要按乾好時候咧，哦，對吧？按乾好去，哦，要很紮實這樣。係。那你下面用的這個是玻璃是不是？玻璃像安樣，裡面種點水滾油啊，水滾我去幾啲啊，25分鐘。水滾蒸25分鐘。按愛先。做下摸強濃從了，有啊。這是蒸出來的樣子嗎？25分鐘蒸好是啊。Before。嘿，是安用 after。這邊這個不會強誒。冰涼的技巧長做的哈。哎，冰涼長做的切到安用。原來這個是這樣做的。哎，安用甜。鹹酥雞的老闆。你的很多卡沒做得做哈。無版的呀。不過煎的時候切按盤哦。冇，愛手工去安用恰安用因。哦。哎，不給恰。而且比剪工還要更厚嘞。哎，愛想法係安用有啊。
煎的时候差不多中小火是吗？真的是水晶哎。太婆，太婆。像你有啊，方便面做的煎嘛干啲啊，呀。那是什么？风冲条。哦。一定要用风冲条系吗？佢嘅梅头比较大啦，你咪做咧不用冲条咪做得啦，都在于个人口味有不用嘛嘅。所以葱白也可以咯。做得，考虑这个。香菇哈。所以那个就是郁金香的香啊，哈。郁金香嘅香，哎，引进哦。真妹姐是我的粉丝。香小姐很会主持，而且香哦。对，我们香。我的粉丝在讲话，你在香。你在摸舌头啊？有啊，樱花虾，虾。你只有给他吃樱花虾，这样懂没良心哎。黑胡椒洋葱。哎，来，再一次把这牌子丢掉。请问鸡柳走哪里啊？鸡柳在哪里？哎。香菇哈，所以那个就是郁金香的香啊，哈。郁金香嘅香，哎，引进哦，哦，果然是越香，也系个樱花香哈，樱花香。樱花虾呢？有咪分别特别个？很香哦。有皮刀哈？有啦。安整皮刀。皮的多，那皮肤冻的呢。哦。冻酱，直接冻酱。我们这个要翻6面是不是？让每一面都。应该系上派分别有啊。哦，2面叉时候哟。这样焦焦子走对了哈。那盘子翻开那哈。应该点用也是 A 站吗？这个盘子我看过。冇2摆下葱啦。哎，真的 ，size 不一样。冇可能，从安用恰有啊。有葱的。啊，你有个地图原本是很熟的啊，所以他们其实哦，对，就弄给见到马皮叉有时候，哎，用炸的做的吗？炸的。好油啦哈。没做的啦，系啊，煎的是下香啦哦。哦，还会是干啥哦？调味道的胡椒粉，你辣搅是做的嘞。味道出来了。有哈。刚才就有味道啦。那胡椒粉加下去，味道有胡椒粉的味道。烫音哦，今天我香香的味道。香哦。香哦。欢迎来，超棒的，而且又懂香哦。好，按水半称哦。郁金香。安娘就好些嘞。香，看看这个是份的香耶。先出题目。好，题目是早起结婚的时节，谁莫要送一对母儿本谁来儿，记得容易是乜解的？有哦。哎，不是送玫瑰花哈。冇啦。A 斗直斗顺 ，B 都斗良缘。先猜拳，先猜拳，不能讲答案，不要讲答案，冷静，不要冲动。眼向姐还有姊妹姐，你两三马个来，马上来。来猜拳，剪刀石头布好。眼向姐来，落婷来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耶！你这样欺负人家姐姐。好来，而且马该 A 也系 B 咧。好哦，当然是 B， 遇见良缘嘛。哦，那肯 B 哦。好。因为记得是我选 B 嘛，我就是做啲选 A 咯。到底答案係 A。母兒係多子多孫啊。用翻音呢，我講一下。好，母兒嘛比較袂上，因此有多子多孫的意思。哦，现在都少子化了，所以我们要多吃答案係 A 哦，真緊係 A 哦，冇便宜的哦。你要證明你也有做功課。遇見良緣也可以啊。哦，都是了哈。沒辦法，我們鬱金香哈月香姐啊。只有6塊嗎？啊，6塊。6塊雞。它是8塊。我姐你可以吃嗎？我可以，我有6塊啊。哪裡？6塊炸雞。啊，我們吃不到了，快他還猜拳贏哎。若婷，我先訪問一下你這個心情。以後都要煮，給專一會煮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們一人一半。有多的嗎？沒有，真的，一人1塊。真妹姐是我的粉絲，好看客裝好味道。安呢，1塊。
所以我们这台卡穷下来分享。客家粉丝，那我给你吃樱花虾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很就虾就好了，虾。朱小姐很会主持，而且唱那个什么，有一种冲西龟，很好听，真的。而且穿着好像旗袍是吗？虾。那我们最后我的粉丝在讲话，你在虾。你这摸血头啊？有啊，休息啦。而且是快点吗？樱花虾，我吃樱花虾。你只有给他吃樱花虾。虾。现在懂没良心哎！我要吃哦。吃。夹柠檬跟地炸蝦吼，是冇咁貴嘅。有哈，冇便宜有哈，跟梅頭有賭哈。地炸蝦頂面畫龍點睛。若婷吃了這個虎兒哈，要多子多孫哦哈。不過好吃哈，太大。怎麼會自己吃牛板？很好吃啊 ，QQ 的，好香。所以佢加粉嘅、加水嘅、撈粉嘅比例當重要。粉係幾多？還記得嗎100。粉係100，水咧130。水球。女生不會做。水又滾嗎？哦，唔會咧哈。這本的後生太家都有好多的哈。不是那買好勢啲發就唔是用 no 不買要預簽的，這七家的 DIY 可能。好，姑說這就是鬱金香。好，3點好了，太搞緊張了哈，因為頭前呢是1-1，決定勝負嘍。馬上我金行最不迷館挑戰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喺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送菜嚟？好，最不迷館料理逢6點，最期待呢就是抽到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啦。其實題目常常都不是最後的答案。對，這兩顆要買個最適合誒。噔噔，黑胡椒、洋蔥、芥料，到底會換掉哪一個呢？猜拳來決定誰先拿好了。若婷繼續來，來，靜默接剪刀石頭布。哇！來，你先選。綠燈應該係風燈，應該係風燈。沒有，我選紅燈好了。好，1、2、3。好，阿峰。鴨血。好，若婷，你要先來講。也就是黑胡椒洋蔥鴨血。黃色。豐色咯。1、2。黑胡椒洋蔥，連料那還是地瓜是嗎？來，再次把這牌子丟掉。請問雞柳到哪裡啊？雞柳在哪裡？哎呀，跟番薯用干啥啊？哎呀，怎麼辦？現在大家都不想拿了，對不對？而且抽到的要拿起來耶。你，那是他的。我也不知道怎麼辦。其實我哋吼為到倆頭菜哦，你不用拿了。我哋咱最後為到倆頭菜哦，真的準備凍豆，我們有準備雞柳、牛柳、羊柳，什麼豬柳，全部準備了。沒有想到鴨血。OK 的啦，OK 的。因為呢，都後太家倆他都冇出到簡單的簡用，所以呢，我們就來一起發揮創意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馬上就來金行最不迷館挑戰嘍！好，最不迷館料理逢6點，大家抽到的呢都沒給你，但是有親口，因為它有公平的在比亞創意，有信心嗎？有會發出帶大家有嘅信心，馬上來金行挑戰嘍！倒數3、2、1，這樣開始。開始了。我覺得難的地方我們但想係該食材的部分，大家的印象當中沒有這道料理的口感。好，先我們來這邊看一下吧。好，你們也要廚師幫忙了嗎？我暫時先自己先用看。你用帶用剖的哈？用炸的比較快。而且你看，剛剛他們有學到就是剖片，對不對？想來提起頭，我們就用噴的哈。我覺得看若婷切東西我很害怕，沒有人在切洋蔥啦。都變過了，他這樣會不平。而且你的手受傷，我們賠不起耶。應該廚師幫我。你要廚師幫我的嗎？好像就叫廚師幫你好了啦。可以啊。他堅持不要哦。唔會哈，若婷唔會哈。哎呀，若婷你真的要小心哦。一周的，你的熊氣。攀得講義好累啦，攀得講義。可以先放下來，放下來。那我來切好了，我來切。
用扁哈。我们这个妈妈我切你还是帮他切？爱不切啦，爱不切。可以帮我们一下。爱不切。狗狗的时候按用切的时候。没有这样子啦，这样子啦。爱不切。切丝系吗？爱不切。要切丝，我都是以丝为主。好，切好嘞。好，那等下就先剖是不是？先上好，我们等下马上回来哈。好。好像薯条哦，你就走哎。好，我们来补充一下，该行看到该调酒购哈，它已经有非常澎湃东西都表到地图了，加了什么？黑胡椒酱，用那个酱油膏加黑胡椒，我们是照那个阿基师的食谱来做的。哦，所以就是先推给他就对了。如果做不好都是阿基上一下吼，因为该行师傅看到你俩玩哦，其实你俩就买个用途吗？最主要是要入味。那我这样子好不好？我来厨师帮忙。两下就会用，你看，会吗？我跟你讲一下，第一季到现在哦，没有人这么早用的，你确定就确定。会吗？好，先马上。因为靠近我们，所以徐师傅。这个最靠近。这个比较靠近。同一组。没有，他的眼神是靠近你的。他喜欢帅哥。请问我要用奶油还是用这个？呛没有。你做嘅師姐睇下做唔得做，睇下做唔得做。好的，不能用煎的哈。好。好，唔怕。你用直接下刀。要入味是用咱熟了，用咱不能入味哈。好。从你有啊，黑胡椒你要炒啊，照炒，黑胡椒酱哈。炒过的時間幾下辣啦，比較會入味哈，比較入味。你從你拍攝，你還有提要把切的可以時間直接10個是做得嘞，10個分鐘，你要8磅哈，好了，第三個做呢，我们的酱做的咯，等一下，我们的酱只有调酒夠做的嗎？做等下還有是做得的哈。我們這個其他的東西嘛，通了嗎？唔怕，從你要來好，你等下切薄個切末時候，落去炒，你係做咩事？你要要冰水落去要啊，切，你要冰水啊，冰水不給它燙要做得腍，沒冇凍鹹，還是做得。那鴨血怎麼入味？他們，我是問怎麼入味。黑胡椒粒要先炒嗎？黑胡椒不用了，等一下才放就好了。他們有先炒。我們沒有仙草啊，我們只有大概檸檬汁還是檸檬汁大概醬頭叉。那懂我的。媽媽，你手上是什麼東西？蒜頭。我還以為是骰子嘞。因為你剛剛姿勢。不要36、4、5、6啦。你曉得了。你要冰水啊，冰水不給它燙要做得腍，沒冇凍鹹，還是做得。那鴨血怎麼入味？他們，我是問怎麼入味。聽過了呀，對了。你確定聽得懂嗎？聽得懂哈。你記得哈，我們姐姐是監察院的姐姐。懂。做得啊。我記得這次要切碎嘛，對不對？你很喘哦。然後剛才沒摸佛的啦。謝謝，他最主要告訴我這個怎麼處理哈，其他我們就比較輕鬆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那再孔蓋片哈。好。破火嘞，好漂亮哦！等一下炒一炒哦，等一下炒一炒就好啦。這個拿到垃圾桶。你也該調温用個山哦。調定還用炒啊？還有炒。黑胡椒粒要先炒嗎？黑胡椒不用了，等一下才放就好了。他們有先炒。我們沒有仙草啊，我們只有大概檸檬汁還是檸檬汁大概醬頭叉嘛。那個有醬頭叉。他懂我的。媽媽，你手上是什麼東西？蒜頭啊。我還以為是骰子嘞。因為你剛剛姿勢。媽媽。不要36、4、5、6啦。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曉得了。那一大碗是什麼啊？是那個雞精。你等下做得靚。你們家雞真的太辛苦了。這個不是，這是油啦，剛炸的油啦。要把多開雞精呀。沒啦。那這個是什麼？片梨粉嗎？片梨粉係看醬。哦，一開始就要看醬哦。沒有，慎重片餅來啦。哎呦，風吹條的餡餅哦。這樣子那個茄紅素也比較快出來。對，清油性的。啊，你這個拍哪個細節為咗？哪個拍？
對，廚師都聽書完6升沒有？好，你蝦捱會鹹嘛？兩下，咩啊？定價哦，等下就放雞片哦。好好，冇我會鹹嘢夾膠過來。好，冇問題。冇浪費我時間。哎呦，很快差不多嘞。我試試咯。這道菜要牛嗎？牛，哪個要勾芡嗎？哦，牛。濃濃的，要不要勾？對，要拉勾芡嗎？麻辣鴨血有幫你煮是差不多是按用意思啦。很剛好，他可能也不會煮麻辣鴨血。麻辣鴨血是沒有放那個片梨粉啊，但是我們這個感覺顏色唔拉氣沒哈？味道不夠的嗎？是不是？因為等一下，你去加，你去加。是它燙掉好這個沒有松片，沒有醬油的。你一直在提點。你有去提醒啊，唔係調下，唔係調下。冇調下。我想講，因為兩下改好我們的那個鴨王係同水嘅，我減下冇梅啦。冇啱用心配搭嘅係冇？要用心對，要哈。對。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說要加一些的湯係嗎？我有擺。往前一點。我有擺。前面對。你看。阿姐緊令動吼，讓人爸爸強榮，那個湯匙一定要攪一下，會打手。然後最好的話是再拉一點點進來，用攪，妹妹，讓它充分的。你們真的都是獨大波國小的呢。還要再 OK 哈，好了，你自己試看，試一點味道來。泥頭是跟他先。你起到我起啊？哎，可以哦，甜度可以哦。可以哦，你100分嗎？煮東西很少試吃的。哦。很少試吃。媽媽的自信，對。這樣夠辣。好，看那邊哦。完全不是小李。要讓廚師幫我嗎？要幫忙，你這樣可以嗎？要用嗎？好啊，跟我試味道。來，樂婷拿電工，廚師幫我。廚師幫我。你要選哪一個？我選瑪莎。誰某一個師傅哈？師傅。好，來。來，趕快。Q 師傅 Q 好，兩下幾許可惜。先試硬度是不是？很漂亮哎。兩撇做都不錯。啊，年油就冇看到嘞喏。我不用落去全副。兩片做嘅做法冇強咯，我因為嘅做法係敷之後粉撈嘅調酒夠強下，佢哋係分開來。哇，讓它嗆一下。哇！第三音走停了。奶油放了，對不對？分師傅做熟了哈。不用，不要放那個了。但是不要勾芡了喲。放在後哎，這樣就好。放了哈，不用放這個了。是呀。那就火關掉哈。好，冇拉勾芡呢。是的。哦。對的。 3、2、1，時間倒，應該倒下以後。哦，倒下以後。好，太好了。 趕快來倒數6，木卡都後尾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就來試試看最杯米罐，哪木卡真係你嘅太重譜咧？好，兩個呢，太家來發比哦，用這個是用黑胡椒，用洋蔥。 Q 花了做編發亮珠，我們是用，應該是有點鹹甜的哦，因為你改黑番薯，來試試看吶，漂亮吧？切的有沒有很漂亮？有，媽媽切的，聽到全強榮哦，很期待哎，我的番薯好好吃哦，哎，就地瓜牛會縫成一張對，好吃哦，非常好吃，而且你看我們切的形狀。 若婷覺得好吃到她的牌子都歪了。好，換是藍隊看看。好，在咪咪我食到哦。也不錯吃哎，沒有生然後，好鮮。那剛剛我處理個鴨虻哈，最厲害的是它沒有腥味。兩位姐姐吃了牛班，很好吃啊，有滿意嗎？還不錯，還不錯。哎，所以下一次做編發不一定要用雞肉了，對啊，對不對？製作單位怎麼出我們都不怕了。好，有點緊張了哈。 最背面呢，還有教本師傅來結菜咯。雖然講兩家，其實都做到2、3道。打電話來先請 Q 師傅搶本分數。了不起的風氣師傅，平手，像公平。今天的食材它是黑胡椒，但是這邊的味道比較好淡淡，辣，黑胡椒的辣，真的嗎？對。
嗯哦，因为徐师傅他把那个辣劲有炒出来。因为是炒高。对，可能是他们收汁的时间拉，所以它那个的浓稠度差18。不过那个阿翁跟米头哈有那批有煮过，而且很软嫩。那这边呢是因为它的酱汁有熟，有酥红了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干净净的。米头有饮批。当然，它的那个番薯，甜味有出来。原来不过70分干不嘞？哦，因为想法系讲，佢介要黑胡椒你挑到度吼，佢系压血水按样煮，弄该通从像妈妈讲的，就喺通制作的啉，要不从因煮该麻辣鸭血，引导出来，按熟的咪不错，因为那么本两片意思是讲，佢介黑胡椒你要平香到咧，佢介梅头，我食到一条食落去都系黑胡椒。妈妈的，用强冲一点的啦。你含白做咧用下少一点的，没做得。或者加多一点糖的话，可以中和嘛。佢个番薯的甜是有甜的，加加糖，所以佢个黑胡椒你用下少的是做得。你两片做咧，其实建议上应该奶油按过用一点的，下去会很有。梅头，那就是日版的，一点点的变化，是有个味道做得出来。好，冇想到呢。编发出某 Q 用的食材，大家都表现都十分的赞到，因为都是平手，都得到师傅的支持。鼓手呢，今年的成绩2票比2票，恭喜！恭喜得到1000元的假菜金，来，拿下来哦，才不会挡到脸哦。好 ，OK。哦，恭喜！哦，你阿孙子还袂坐低咯吼，昨天我跟爸爸讲的吼，得到1500克的假菜金。谢谢。好，先来谈一下秀雄记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你拜参加的心得。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从来不是参加了节目，第一拜参加。希望汉会还有这个机会过来。走的，你就来报名，就欢迎你来喽。谢谢大家。恭喜。洛婷呢？非常高兴可以参加这个节目，希望以后下次还有机会再来。谢谢大家。欢迎，恭喜！好，你啊问一下吼，我哋动这样的阿姐吼，今年来参加就买感想，到现在所在到大家讲一下冇。我提这摆参加主席的节目，其实是慕名而来，想来看看张唐斌同学加公子哈张伯谦来，韩国跟明珠小姐给风采，今天真的是收获很多，谢谢。以前明珠小姐主持也干嘛干？客庄好味道，看张后面是呀，我也很乐意的来见见那个明珠小姐和伯谦帅哥的庐山真面目啊！俺嘛不是参加过了的天视台的录影，俺今日有机会和你俩，俺当新梦天视台，新梦谁啊这谁啊哥，新梦新梦俺搞新梦师傅，因为师傅平时在电视台上讲解。做料理的时候，我都有听那个帅哥美女，我都有听。真的，今天算是亲身体验啊！哈，今晚这刚好就让人讲哈，其实佢大家素材夫群哈，西川就引起让人讲哈，他一直没有机会。今年吼，终于来了。真的，那我们一家之主的董汉云做在中年体育版，都要到边参加，感谢你哦。谢谢。鼓手呢，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不要睇次架，来到亚特别比赛呢，胜负唔係重點，最主要嘅係一家有美好嘅回憶，天意嘅呢來互相好事。係啊，你看哦，吉隆沙哦，母女感情啱好，又看兩姊妹又感情咪啱好，加上還有馬上係我爸爸嘅同學，又係民主姐係爸爸嘅同學哦，日日都報名參加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就分享睇次架，日日來報名，當然呢就日日來報名，當然都做得看到你的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